各位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今仔日读到《路德记》第4章，直接读到《路德记》的结论。进前已经有前2礼拜拢伫《路德记》的中间，然后咱讲起即个路德，伊有真特别的身份，伊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伊是摩押人。即个摩押其实伊是以色列的对敌，即两个族无介好啦。伫摩西的时代，上帝就爱伫迄个迦南的时代，上帝就爱以色列人伫迦南去灭即个摩押，所以即两个族其实是死对头，拢是咱今仔日所读的即个路德记。最后咱所读到的，当迄个证人甲迄个拿俄米讲，你有即个新妇。即个新妇是啥人？路德。你有即个新妇，比你有7个囝搁较好。伊讲哦，你有即个新妇，比你有7个囝还搁较好。所以伫即个路德记内底，即个摩押甲即个以色列人，其实伫即个中间有真奇妙的关系。你讲是对敌，搁无真正对敌；你讲是好朋友，搁毋是两个真好真亲的族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路德记才会产生一个真特别的个性。即个个性会当互咱伫遮来思考家己。我要伫咱今仔日个讲道中间，搁一摆将即个路德记的故事搁来讲一摆。路德伊本来是哈比米勒的新妇，对着拿俄米去到伫摩押，是安怎因会离开？就是因为以色列。因的所在拄着饥荒，所以完全规家族拢离开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以利米勒伊的2个囝拢死，全叫伊的另外一个新妇转去。即个路德咧，全一直要对伊的拿俄米伊的婆婆要对伊，要转来到以色列。所以当伊转来时，伊就去捡迄个麦仔，去那个麦田内底捡迄个麦仔。然后即个路德伊真正是真认真会当捡迄个麦仔，会当来互厝里，互即个拿俄米会当有一个好的食性。伊运气真好，伫迄个中间拄着啥物人？波阿斯，拄着即个波阿斯。即个波阿斯伊不只是对路德真好，伊阁爱交代讲，甲即个路德讲。你毋通去别个田，你着留伫我即个田内底。然后你需要啉水的时，你需要啥物货，你甲我的女儿做伙，然后你会当去遐用水。你毋通去别个所在捡，你干那留伫我即个所在来捡就好。这是路德来到伫波阿斯的田，通得到伊真好的款待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路德伊非常清楚，伊是一个外邦的女子。所以，伊毋是用一个真理所当然讲我来到伫即个所在，你应该着来对我好。反倒，伊对即个波阿斯讲我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，比你的查某囡仔还阁较不如。你哪会遮尔好款待我？即个波阿斯伫迄个中间，伊不只是用家己遵守律法的方式来成做伊成做一个犹太人，也是一个以色列人尊敬上帝的方式。伊同时也将伊所做的成做是荣耀上帝的一部分。所以伊伫迄个中间，甲即个路德有真好的款待。然后即个拿俄米，即个婆婆，伊后来就甲即个路德讲你拄着即个人拄好是你的公公，迄个哈比米勒，伊一个至亲。但是事实上，即个波阿斯伊有一个真特别的身份，咱等下继续去看到。拿俄米转甲即个路德来讲，你暗时等迄个波阿斯食饱要休困的时，伫迄个草场要休困的时，你去倒伫伊的骹的边仔。伊叫即个新妇叫伊讲你去倒伫骹的边仔，然后甲伊骹迄壳的皮甲伊掀我起来。我毋捌去过以色列，但是我知影，若是伫以色列迄边，
日时的温度会当到40度，啊，若暗时会当到几度？到0度，所以伊是即个温差可以达到40度。啊，伊即个路顶转去甲即个 RBB 粒的所含的迄个衫吼，因这是咱之前讲到捌讲到，因的外衫暗时会当做被，啊若内衫咧，内衫才是衫，外衫是会当做被，所以转伫迄个中间，甲伊的外衫、伊的被，甲掀小可起来，所以到半暝哦，特别可能接近0度，甚至是10度的时候，会安那？会冷，会寒。所以即个保亚斯船撑起来，保亚斯船撑起来，啊撑起来了后吼，全看到迄个伊边仔有一个人讲，啊你是啥物人？人讲啊我著落着啦，啊你哪会困伫我的骹的边啊？你哪会困伫我的骹的边啊？哦啊即个落着就甲伊讲哦，讲啊你款待我真好，啊你是我的至亲，所以拿尔米伫即个中间，其实伊想要替即个路顶会当找到一个新的人家会当家己嫁出去。所以拿尔米款待路顶是甲伊当做家己的查某囝，毋通误着伊的青春，毋通误着伊的一世人。因为即个人已经愿意对摩押地离开，对着即个婆婆来到伫以色列的所在、犹大的所在。所以即个拿尔米真想爱替即个路顶会当找到一个好的查甫人将伊嫁，所以伊叫路顶困伫伊的骹的边仔。困伫骹的边仔的意思就是讲，我甲你无平等，我是服侍你的。啊，你今仔日若愿意，请你用你的衫来甲我盖。啊，伫迄当时用衫来甲迄个查某人盖的意思。有一种亲像求婚，嘛有一种亲像我这世人愿意照顾你，嘛有一种讲啊，今仔日我愿意用我的衫甲你遮盖，所以我要遮盖你一世人。伫迄个中间，因用即款的方式，然后互即个保亚斯伫遐做选择。路德甲保亚斯讲：你若愿意，阮遮是你至亲的，你若愿意。甲阮赎倒去，赎回去。所以即个保亚斯转伫迄个中间讲，我愿意甲你赎倒来，然后互你会当继续。但是，伫所有至亲内底，还阁有一个人比我还阁较亲，阁有一个人比我阁较有权利，会当将你路直赎倒来。假使迄个人若要赎，就互伊赎，然后你就有一个好的人家会当去。但是，万一迄个人若无要赎你倒来，甲你照顾，我保亚斯愿意伫即个中间照顾。其实因遮所用的例，拄好甲咱伫新约，咱伫查经的时，马可福音查经的时，捌有一摆咱查考着讲，有一个人来问讲，啊一个丈夫死，啊伊的太太全嫁互伊第二个囝。啊，第二个囝阁死，全嫁互第三个囝，第三个囝阁死，嫁互第四个囝，拢总7个囝拢总死。所以请问，若是后摆上天的时，即个太太到底是对一个人的太太？我毋知咱查经班敢捌有记真，咱捌查过着即个所在。啊，伫迄个中间，因为问的人根本就无相信有天堂，所以伊只是要靠耶稣。但是对着法利赛人，即个某是啥物人呢？第一个。上界大迄个，啊，其他的，其他的虽然有娶到即个某大兄的某，但是袂使甲伊当做某。伊甲伊娶是为着要互伊的大兄会当继续延续伊的囝儿孙仔，伊的家族、伊的产业会当有人继承。这是犹太人的咧，为着要互伊的大兄袂断根。咱今仔日所讲的即个保亚斯甲即个路德，因所做的嘛同款。即个阿比米勒是保亚斯的至亲吼，还是讲保亚斯是阿比米勒的至亲？阿比米勒死，拿尔米伫迄个中间留，所以拿尔米要用伊的新妇要嫁做互即个保亚斯。迄当时是爱保亚斯伫迄个中间替阿比米勒
即个家族会当延续因的囝儿孙啊，抑搁伊的产业爱会当有人继续去继承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老实讲，波阿斯无啥物好处，因为伊毋是娶即个某，然后伊的产业拢变做伊的，毋是。伊若娶即个路德，生个囝，然后继承遮个产业，遮个产业后摆是啥物人的？后摆是路德的，后摆是路德的囝，所以甲波阿斯敢有绝对的关系？其实无完全。因为伊只不过是替伊至亲的兄弟，会当留落有囝儿孙仔继续继承因的产业，只个产业袂变做波阿斯的，所以是假做的。然后因伫迄个中间，即个波阿斯真正转找10个长老，去到伫市场迄个正人聚集的所在，然后去当迄个至亲，等迄个至亲行来时，就甲伊讲。即个人是路德，伊是你阿比比勒的至亲。阿比比勒有财产要卖，你有要买？你若无要买，我要买。波阿斯是安尼咧甲迄个至亲讲，圣经内底无写出迄个至亲的名是啥物名。然后伫迄个中间，迄个至亲转甲伊应讲，有，我要买。迄个土地我要买，买起来钱归啥物人的？归路德，归拿尔米的。但是波阿斯转甲伊提醒，因的土地你若要继承，我死人的某你拢爱带。死人的土地你若要继承，我死人的某你拢总爱带，就是你爱甲照顾。即内底真趣味。假使即个至亲摕钱出来买即个土地，买起来，即个土地是属啥物人的？敢是属即个至亲的？毋是哦，60年后安歇年了后，即个土地爱搁互路德的囝，假使路德若有生的话，爱互伊赎落去。所以即个土地永远拢袂变即个至亲的。但是伊爱去带路德，然后爱甲伊生囝，生的囝，若用咱即个话来讲，较简单讲，对啥物人生？对至亲生。也是对阿比比勒生，爱对阿比比勒生，所以即个土地后摆还阁是互即个阿比比勒的孙仔来继承即个土地。即个至亲会当得到啥？基本上无，伊只不过伫迄个中间出钱出力，然后互阿比比勒即个家族会当继承落去。所以，即个至亲听到安尼，我毋是干那买迄个土地尔，我阁爱我死人的某拢爱负责，佮着去用倒钱，着爱替人花钱，行了着爱替人饲查某囝，即个代志真少会听到。所以，即个至亲转甲伊讲，甲即个波阿斯讲，我袂当赎。这基本上是了钱的，但是是安怎伫旧约圣经内底会有记载即种的物件？即个物件，就是代表上帝公义甲慈爱。伊要互遐个寡妇，要互遐个死翁的，要互遐个生活困难无法度生存的，还阁有一个机会会当继承因家族的名、财产，然后互即个家族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可能即种的例对咱来讲真生分。咱无习惯用即种的所在去想，伊即款的概念较生成像规个家族爱去帮衬即个拿尔米，爱去帮衬即个路德，互阿比比勒的名会当伫因以色列宗族的内底继续延续落去。结果，啥物人愿意做即个工作？波阿斯，波阿斯伫迄个中间愿意赎回即个。阿比比勒的土地，然后佮带即个路德，甲伊佮生一个囝，所以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，才会有即句话讲，有即种的新妇比7个囝还佮较好。即个新妇讲的是啥物人？路德，即个路德是外邦人，即个路德是摩押人，
原来是以色列的民众。咱若重新搁一摆来看咱进前所看过的一个图，咱来记一，即个拿俄米伊本来是对以利比勒，然后伊即个以利比勒死了后，剩即个拿俄米，以利比勒的两个囝马伦甲基连也死，即个俄米巴摩押人，伊大媳妇伊安怎转去？剩即个路德，路德后来甲波阿斯，波阿斯是犹太人，但是事实上波阿斯敢是真正犹太人？咱等一下继续讲。即两个人了后生一个囝叫做俄比德，即个俄比德，咱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讲，伊是亚西老爸大毕的阿公，所以圣经所讲的即句话，你有即个媳妇，比你有7个囝要更较好，因为最后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应允，大毕的根，亚西的根，大毕王，就是对即个家族出来。趣味的是，当咱来看马太福音，有讲到耶稣的家族家谱，即、个耶稣的家谱，咱来看真趣味。阿伯拉罕伫遮，然后波阿斯伫遮，俄比德、亚西、大毕，这就是咱即连续3礼拜所读的路德记的历史背景，就是伫即个所在。波阿斯、俄比德、亚西、大毕。然后到大毕王了后，伫即个中间，咱会当看，伊到后来受掠迁去巴比伦，即、个中间拢总有14代。对巴比伦了后，伊搁到耶稣的时代，伊搁有14代。咱来算看觅，阿伯拉罕到大毕有几代？来算看觅哦，1、2、3，来对我算哦，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嘛拄好是14代。请咱来看，波阿斯若是按照即个族谱，这是马太福音内底出来的族谱。波阿斯的老爸是啥物人？撒文，这是照着马太福音内底族谱所写。但是撒文的太太波阿斯的老母是啥物人？拉哈，敢有人知影拉哈是啥物人？拉哈就是当初时，伫以色列人要入迦南地时所拍的迄个城，上界大的城叫做亚利哥城。伫迄个中间帮赞伊的迄个基女拉哈。即个拉哈其实是亚利哥城内底的人，所以伊敢是犹太人？伊毋是，伊毋是犹太人。但是后来伊全嫁互即个撒文，然后生即个波阿斯。波阿斯后来娶路德，生俄比德，生亚西，一直到大毕。请什么人会当甲我讲？伫即段的历史内底，有偌济外邦人，真做因的外祖。敢若短4代内底，就有拉哈甲路德。所以伫即个中间，我嘛咧想象，是安怎波阿斯伊会对路德遮好？波阿斯敢知影路德是一个外邦的女子？伊一定知，因为圣经内底有记载。波阿斯讲你对你的大家所做的，以及你来投靠耶和华上帝，这个事已经伫以色列民族的中间流传出来，我已经听见。所以波阿斯爱路德好好伫伊的园内底去捡，然后甲伊的女儿做伙啉水，做伙休困。波阿斯伫迄个中间照顾。我所想的就是，波阿斯是安怎会当看到路德的需要，是因为伊的老母本身就是一个外邦人。但是上帝手属因家族内底非常丰富。敢会记得咱在读路德记的时，一开始就讲到即个波阿斯是一个财主，所以伫即个中间，互人看见，因是伫即个家族内底一个真有钱的财主，然后因拄好拢娶着外邦人。伫即个外邦人入来
来挖靠耶和华上帝了后，伫因所行一代过一代中间，后来出一个亚西，亚西了出一个大笔，大笔是亚西第8个囝，然后伫遐称做以色列人，嘛是咱所知影的代笔咯。上帝救恩足奇妙，上帝救恩毋是只有透过以色列百姓一代传过一代，然后救恩相处到第二啊。上帝救恩既然是透过连续2代外邦人的女子来临到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互听上帝有分伫上帝国。即、个讲到听上帝，毋是原来犹太人听上帝，是一个原来外邦总是愿意倚靠耶和华上帝来称做伊的上帝。愿意用耶和华上帝，愿用以色列百姓称做伊的百姓，愿意伫迄个中间来军队、来服侍、来有分伫上帝国内底，即个听上帝的人伫即个中间来得到好处。咱若将路德记所读的到尽，咱所看到的，咱会当找出3点伫即个中间做伙来分享。第一个。路德伊归顺耶和华上帝来得到福气。路德做几项代志？第一个，伊专心专意，伊用伊的专心专意来跟对即个上帝。伊无将伊原来所拜的神来甲带来，伊甲拿俄米讲：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，你的百姓就是我的百姓。所以对当开始，你去倒位，我也免对你去倒位。拿俄米。路德伫即个中间专心专意，拄久步心，然后伊入来到伫以色列的地，伊入境随俗，伫遐谦卑顺服。我想这是路德伊入来到伫上帝百姓内底，伊所做的一个真好的见证。事实上，伫迄当时，以色列百姓因即个民族。伫当初时，伫迄个时代，算袂歹，算强的。但是真正强是对大笔开始较有真正强。伫即个时代，拄好是士师的尾啊，士师的尾啊，意思就是以色列百姓定还搁咧互欺负啦，所以才会用士师去修正。咱若注意看，《路德记》是放伫对一本册后壁，《士师记》后壁，所以咱就会知影，其实路德。的时代，犹搁伫士师的时代，但是路德愿意伫迄个中间谦卑顺服，跟对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。第二项，咱会当看见以色列百姓因为接纳即个外邦的女子，佫毋是接纳一个，连续接纳2个。所以上帝恩典透过因2个外邦的女子来临到伫以色列百姓的身上，后来出着俄比德，出着亚西，出着大笔，然后以色列国规个强起来，一直到所罗门王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成做当初是世界内底上界强的王国。因接纳。伫即个中间所要讲的接纳，毋是因为讲因接纳路德，因接纳拉合，所以会当成就大事，毋是。毋是因为因单纯，是安怎因会当接纳？因为伫迄当时的以色列百姓人甲人中间，百姓甲百姓的中间有啥物？有听，有遵守律法，有用上帝话做话。所以因接纳即2个外邦的女子，迄毋是原因，毋是因为因接纳即2个外邦的女子，所以上帝恩典特别赐福因。因接纳外邦的女子是一个结果，就是因为因即群人有遵守上帝的律法，用上帝的律法来行，然后有好款待厝边，好款待亲族，好款待因的对敌，互因路德甲。拉合伫迄个中间，互人看见，哇！原来恁即群人就是遮尔在遵守上帝的话语，然后好款待恁的厝边，所以即群人会安怎？会强盛起来。咱拢咧讲，因为做即个好代志，所以即群人会强盛。事实上，咱若用一个较聪明的想法来想，
就是因为因即阵人内底所行的、所做的，会得到人的心，所以上帝互伊强盛，即阵人互伊家己，即阵人强盛。当一阵鸟要用一个方向来飞时，因也愿意接纳一个新的人伫即个中间，互即个所在是5只变6只，表示即个内底会当有6个领袖，大家轮流做头，轮流带头，轮流飞。甲即张相片同款，你有看到啥物？一只鸟仔伫边仔。今仔日当一个群体愿意接纳新的人，就算讲伫迄个中间有无完全共款的，总是当即个新的人愿意伫迄个中间来顺服礼拜到伫即内底，即个团体也愿意接纳即个新的人，要互即个群体拿来拿强盛。上帝的恩典是放伫即阵人愿意接纳、专心全意听上帝，佮听厝边亲像家己即阵人的心情。所以咱会当看到，以色列伊接纳是因为伊遵行诫命，用听心来款待拉合甲路德，因守律法，因伫迄个中间诚做人甲上帝中间上介好的见证，所以即阵人一定强盛。当咱咧读路德记的时，我毋知影咱有一个无共款的想法。当一个外族要进入到伫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要安怎会当来受接纳？即个路德，伊敢有早伊的爸母来？圣经内底无记载。即个路德伊来，伊是掠耶和华上帝做伊的上帝，用以色列百姓诚做伊的百姓，所以即个诚做强盛。但是咱敢会记住，当所罗门王伫上界强的时，伊的某甲伊的妻妾超过3000个，一人来时，拢炸一身生命入来。所以以色列对所罗门王以后，就开始规个拢散出去。但是伫即个中间，咱所看的是路德来，然后甲以色列百姓敬拜同一个上帝，最后以色列百姓伫即个中间得到强盛。我嘛袂是这样。当咱有一个人，你对你的厝，你是信，恁兜是信佛教的，恁兜信道教的，恁兜信任何民间宗教，你要来归顺伫耶和华上帝内底，那呢你会做安怎？你的爸爸妈妈爱去拜，你的阿公阿嬷敢会变做孤魂野鬼？我想真侪时，这是咱所无想到的。即个是泰姬玛哈陵，可能是全世界上界大的陵寝，对不对？印度，全世界上界大的陵寝，真侪人拢伫遐咧参观。我想要甲咱大家分享，有个人伫信主的过程会讲，我袂当来信主，我袂当来洗礼，因为我还佫有公妈爱拜。有个人伫迄个信仰追求的过程，伊真正有清楚讲，耶和华上帝所守护的耶稣基督，真正诚做阮人生的救主甲帮助。但是我放袂落，我若来信主了，我的爸爸妈妈要安怎？我过去所拜遐个公妈要安怎？我的列祖要安怎？华人用什么话来继承咱一代搁一代的家谱？上传统的，咱放伫对，家谱放伫对，神主牌啊，敢是？神主牌啊后壁，伊搁有家谱，什么人对什么人一代过一代。像我是基督徒，我出世就是基督徒，阮爸爸是牧师，阮爸爸的爸爸就是我的阿公是长老。若我的阿祖咧，我的阿祖是阮姓林的内底第一代来信主的。若姓林的阿祖搁进前咧，请问咱要安怎处理？
伫即个中间要提供咱一个方式。耶和华上帝是活人的主，毋是死人的主。但是当咱人伫过去传统的信仰，要进入到伫基督教的信仰的内底，咱会有一寡牵绊，咱会有一寡放袂。比如讲，假使我来有来人有即款的想法，假使我若来洗礼，安尼我感觉会当拜我的祖先。有时伫教会内底，尤其是伫台湾，伫面对即款问题时，教会真严厉，甲你讲，你后摆是袂使拜伊的祖先。但是有时，迄个拜祖先是表示咱心内的诚意。检查的咱可能伫厝内底袂阁有放迄个神主牌啊，但是你会当将迄个神主牌啊后壁所写的家谱，拢总甲伊抄落来。信仰毋是爱咱陪祖。每一个人拢有伊对来，拢有伊传承家族内底一个名。点彩有个人是孤儿，毋知影，但是每一个人的出世一定拢有一个原因。所以伫咱基督教真正咧处理遮个物件时，咱毋是将迄个神主牌啊全甲你摕单掉，咱是会伫迄个中间做一个礼拜，将遐个名甲抄落来，然后记伫咱会当做家谱。会记住我头拄仔迄个家谱，即个家谱是对对来？即个家谱是马太福音内底所写，所以含耶稣含基督教内底嘛是咧讲家谱，只不过是表达的方式无共款，无代表讲当咱要信耶稣基督、信基督教的时，咱就需要陪祖，绝对毋是迄款意思。但是毋是要陪祖，咱要安怎来处理？咱有可能伫迄个神主牌仔的中间，爱做一个礼拜。这个问题拄好是咱前一站咱教会会友所拄着的问题。咱就爱对迄个神主牌仔来做一个礼拜，然后将伊好好来处理。免啊处理有几种方式，但是伫即个中间，上界毋通的就是毋通受粗鲁，全甲迄个神主牌仔当做茶破烧烧的，要破要烧。牌仔是一回事，真正你做迄个动作的时，伤到的是甚物人的心？是咱家己的心。有个人看迄个神主牌仔，袂输看到老母，袂输看到阿嬷，袂输看到阿祖。所以咱的处理方式，毋是将神主牌仔摕来转一只破破来。咱犹原伫迄个中间，是对活人内底有真济咱对前辈的思念，爱伫遐来处理。爱伫遐来求助神事，上帝有赏赐咱一个真大的权力，就是基督。当咱愿意伫基督教内底洗礼，愿意受接纳的时，咱嘛会当请牧师、请长老，还是咱家己来祈祷讲上帝啊，但我愿意放弃我过去的宗教的信仰，独用耶和华上帝做我的上帝，亲像路德所做的。伫即个中间恳求你，不只接纳我即个人，也将我的列祖的灵魂做伙带到上帝你的面前。上帝要听咱的祈祷，对，伊绝对听咱的祈祷。当咱的心要搁咧挂念所有一切的事，上帝伊绝对也要听咱到底。所以我要伫遮来讲，当咱伫即个中间。可能会伫信仰的过程，当着咱毋知影要处理咱过去的信仰，还是咱过去的祖公嘛，毋知要安怎处理的时，咱毋是用足粗鲁的方式，转伫迄个中间甲破破烧烧。神主牌啊，你嘛会当留的；神主牌啊，你嘛会当留的。但是上界重要的是，当要信主洗礼迄个人的心，爱大声受教育。有个人会想讲。啊！我若信耶稣，我去到天堂。啊！我的妈妈要安怎？伊无信耶稣呢，会要安怎？咱为伊祈祷，求上帝，也因为你的祈祷来接纳你的妈妈，来接纳你的爸爸的灵魂，甲咱伫天顶三甲享受伫主内底的平安甲幸福。我想路德。伊伫即个中间一个真特别的表现，就是伊愿意专心信靠
信靠耶稣，然后伊搁伫主前面前代求，所以上帝互伊用恩典三款态，互即家伙无论是拉合，无论是路德，拢伫即个中间，甲以色列百姓做伙享受伫上帝面前的平安。亲爱的兄弟，假使咱信主是为着要追求咱个人的平安，咱还阁有放袂落的事，咱嘛要伫上帝的面前来求讨讲，上帝啊，我放袂落我老母的灵魂，我放袂落我阿公阿嬷的灵魂。愿你接纳我的灵魂的时，你也接纳我的祖先，因伫过去的年日无机会认捌你，无机会熟悉你，无机会伫你的名内底来真做疼的兄弟姊妹，总是恳求你，为着我的缘故，求你接纳我祖先的灵魂。今仔日，咱看到路德，伊用即种外邦人的女子的身份，进入到上帝百姓，诚做以色列百姓，最后上帝透过因即个家族，赏赐俄比德，赏赐亚西，赏赐大卫，互以色列百姓因为因即个家族来强盛起来。拉合甲路德的信仰，袂使伫一个中间看无去。伫耶稣的家谱内底，拢总只有写着4个查某人的名，遮已经出现了。愿咱有机会，阁会当读到另外2个女子，互因伫因性命，甲因伫因家族，伫因信仰团体内底所做的好见证，也要诚做你我伫现代信主的路程的过程中间，也诚做好的模样甲模样。咱做来祈祷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的恩典，感谢你听阮，因为你听，互阮原来无论家庭内底是甚物款的信仰，拢会当有机会认捌你，拢会当有机会将阮列祖、阮家己的先辈，因的灵魂也要交伫你的手里。主啊，阮恳求你，伫阮中间有真侪人，伫阮的教会内底有真侪人是第一代来信主耶稣。阮感谢你拣选阮，成做你的囝子，互阮有通伫你的面前重新享受着伫地面上有你同在的平安甲喜乐。总是阮嘛要将阮过去阮的祖先，因无机会认捌你，阮要将阮兄弟姊妹的祖先，因的列祖，因的灵魂也交伫你的手中。主，阮心所挂念的，求你听阮的恳求。阮中间也有人，阮的亲人时代，还阁伫台湾的，阮无法度甲伊相合做伙。主总是无甲伊相合做伙，无表示阮无关心，无表示阮无顾念，无表示阮无心想要无表示阮无想要友好。总是现实的问题，互阮无法度伫伊的身躯边。主，阮嘛要将阮在座还阁有人伫台湾的亲人，无法度伫阮的眼前受阮照顾的，求你亲自伸手看顾因的心，互因的心也得到平安甲安慰，互因的心无孤单，互阮伫即个中间来恳求主上帝，你的灵就要甲因相合同在，互阮众人拢伫即个中间，通看见上帝你的平安，甲分别伫加拿大甲台湾的人相合伫咧。主，阮也将阮众人中间的囝儿、孙仔、细囝摆伫你的手中。阮恳求你款待阮的囝儿、细囝，搁较好款待伫阮，互阮的囝儿、细囝不只有机会来认捌你，也要伫因后壁所要行的路站有主你的恩赐甲带领。主，互阮的囝儿孙仔有福分伫你的上帝国的内底，互因认捌上帝，互因持守真理，互因伫所行的路顶悬有主诚做因的牧者。主，假使阮做了无够，
要袂互阮的囝儿孙仔来信主、来认捌主的，求你赦免阮，也互阮有机会会当行较济，做较济见证，互阮的囝儿孙仔伫即个中间来看见上帝你是至大至权，施恩互正人，保守每一个听上帝人的人。主，愿你伫阮的中间做工，愿你固守着阮顶悬的家族，也固守着阮下面的家族，也固守着还搁伫阮身躯边，还搁伫阮伫地面上活地，但是看袂到、见袂到的亲人，愿你拢照顾，互阮众人拢有份伫你上帝国的恩典。安尼祈祷感恩，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门。